羽球一哥周天成迎战21岁日本新秀冲本优大，双方激战71分钟，周天成最终是以21比15、15比21、20比22遭到逆转，无缘晋级决赛。赛后，周天成透露，认为是第2局后段开始无法跟上对手的节奏，才会让胜利擦身而过。而另一边，左手重炮林俊毅也在4强赛不敌韩国小将于泰斌，因此周日台北赛男单决赛将是日韩大战。而这是时隔8年，台北赛男单再次没有地主台湾选手晋级决赛。东森新闻受中心在台北采访报道。